隨住現代人對健康管理嘅要求越嚟越高，天然純正嘅草本補充品成為唔少都市人嘅日常選擇。而山楂果正正係其中一個兼具傳統底蘊同現代科研價值嘅代表。由於佢嘅天然來源同溫和特性，山楂果喺草本保健領域中一直備受重視，常被用作日常飲食以外嘅草本補充，配合均衡飲食及健康生活方式，以支持身體維持良好狀態。Activate Hawthorn Berries 山楂果為關注健康嘅都市人提供一個純粹嘅選擇。本產品最大嘅核心優勢在於佢單方草本嘅純正配方，成分只有100%天然山楂果，唔添加多餘嘅化學成分或人工雜質。更重要嘅係，我哋嚴格遵循 GMP 優良製造標準進行生產，確保每一粒膠囊從原材料選取到成品包裝，都符合國際級嘅品質監控同安全衛生要求。呢種對品質嘅執着，令你喺繁忙都市生活中，能以最簡單、最安心嘅方式攝取到最完整嘅山楂果營養精華。山楂果中含有豐富嘅維他命、礦物質及多種天然植物營養成分，包括維他命 B1、B2、C、鐵、膽鹼、鈣、磷以及咖啡酸、魚酰膽鹼、綠原酸等。喺傳統草本應用中，山楂果常被提及與心臟健康相關，對維持良好血液循環亦有幫助，可作為日常飲食以外嘅草本補充選擇，配合均衡飲食、適量運動同良好生活習慣，支持整體身體狀態。此外，呢啲營養成分亦有廣泛嘅保健作用，例如佢哋有助促進消化液分泌，幫助分解油膩食物，減輕胃部負擔，維持消化道健康。同時，山楂果仲蘊含多種抗氧化成分，有助應對日常氧化壓力。而當中嘅膽鹼同乙酰膽鹼對神經系統有溫和嘅舒緩作用，有助放鬆心情，提升睡眠質素。Activate Hawthorn Berries 山楂果建議於餐後服用，每日2次，每次2粒。本產品適合關注日常健康管理嘅成年人，例如注重血脂或血壓健康嘅人士，以及希望透過草本產品配合均衡生活方式嘅人士。另外，對於偶爾出現消化不適或者飲食較油膩嘅人士，亦可作為日常飲食以外嘅草本補充，選擇俾身體一份天然呵護，由內而外照顧自己，心情靚，健康自然嚟。